讲到上帝乌约中发光的冠冕，咱请怎么说？所听的这愿恁平安，拄则陈长老伫师会带咱的祈祷中间，已经为着咱伫疫情中间的需要，咱同心伫上帝面前祈祷。教会嘛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为咱继续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。台湾的疫情已经有咧改善，总是咱有咧着急，台湾人未堪得一个月无出门，所以最近开始社会中间有真侪人开始开车出去外面暖暖踅，因讲不要紧啦，免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宅在家里有时候是一种真困难的功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通过这段时间来学习安静的功课。功课是一个安静，是一个无容易学习的品格。安静的人拄到代志，袂拗拗念；袂通安静的人，伊拄到代志就会着急，会着跳，心内、喙内拢会拗拗念。愿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兄弟姊妹，咱好好把握这段时间，互伊真侪咱另外一种灵修的旅程，无论是4礼拜、6礼拜，还是2个月，愿天父上帝互咱准备。有一日，这个疫情一改善，咱马上就有充足的准备，马上无缝接轨，咱会马上迈进咱后一个阶段，上帝所要互咱的工作。今仔日教会要用这段圣经来做信仰的告别甲宣告。愿所听的兄弟姊妹，你、我、咱甲咱的囡仔，拢会通真侪上帝伫疫情伫黑暗中发光的冠冕、发光的记号。咱毋敢讲，咱要真侪真贵重上帝王咧伫的无免留，但是咱会当甲上帝讨讲，阮要真侪一个黑暗永远袂通惹早阮。上帝你发光的记号，因为阮是你的囝儿。今仔日圣经对咱来讲有真重要的祝福，嘛有真重要信息的劝勉。愿咱用安静的声来听圣神对咱所讲。每一句宝贝的话，咱真侪人伫人生中间的旅程，咱敢已经对圣经找到一个永壮健康的自我，踮伫咱内底安静的心神嘛？礼拜就是找到上帝，也伫上帝的面前定心，互咱的心神得到安息，得到力上加力，准备再出发的一个新鲜的事情。人总是安尼，人无完全，所以人若毋是一个真骄傲的人，过头就是一个无够了容易看轻家己自卑的人。人真困难，做了深思熟虑，有节制，伫各方面顶悬拢完全。所以保罗伫劝勉的中间讲：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毋通看家己超过应该看。就常常伫上帝的心意的内底，看家己合乎中道。中道这个意思就是拄拄啊好，真适当，对家己有认捌，袂骄傲，嘛无自卑。中道这个字，伊本身的意思是带含上少有2个意思，一种就是深思熟虑，就是讲伫我家己自我的了解，通过理性的判断，我知影我是甚物人。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偏左不偏右，拄拄啊好，有节制。所以你姊妹疫情拄拄嘛是咧帮助咱自我的节制，好好来保守咱的情绪的一个操练。感谢上帝，咱真无容易几个月无出门。甲恁报告，牧师差不多已经足足1个多月伫厝里，无出门，无去交际应酬，无去做其他的代志。若无必要，就无出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段时间，会当真侪咱伫灵修的中间安静的时刻。今仔日牧师通过这段经文，要提醒兄弟姊妹，
咱应该爱知影，上帝咱的上帝，伊会当决定你的人生的价值。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，无论是历代志16章下卷16章第9节的第一句，伊讲上帝阿乐伫这个世间咧超出心存诚实的人，就是专人按上帝、专人按上帝献就家己，全然摆上的人。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对咱一个真要紧的教示，也是一个应允甲祝福。咱也知上帝是一个要定着人真侪贵重的器具，或者卑微的器具的上帝，咱就要紧紧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伫你的手中加做你贵重的器具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伫咱的手中宣告讲：黑暗袂通压榨我，伫这个冤巧背逆的世代，我决意要做上帝光明的镜子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2章12、19、16节，这段圣经有非常水的教示。伊提醒伊遐弟姊妹讲：恁是上帝的镜子。虽然伊无讲恁是上帝光明的镜子，伊伫8张批信顶管有讲，基督徒是上帝光明的镜子。伫这段圣经中间，伊讲：恁是上帝无瑕疵的镜子，要伫黑暗的世代发光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永远的光放伫咱的人生，互咱无拄什么种，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咱的生命永远会发光，黑暗袂通压榨，互咱无发光。求天父上帝也祝福咱的囡仔，互咱伫今仔日，咱做伙做礼拜的时，咱定心安静心来听上帝的话。伫牧师分享了后，牧师要邀请恁伫阴暗，还是讲伫礼拜今仔下晡，你会当搁定心甲这段圣经搁读一摆，安静将这段的经文读入你的心，特别是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你会当读中文的现代译本，中文的现代译本有搁较水。今仔日咱的教会所写的这个咱的祈祷文，伫迄个中间咧讲起保罗的话，伫我的心中产生一种会影响圣性的规律。迄段的经文就是用中文现代译本所写出来，咱共同的信仰个别甲今仔日的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咱静静伫圣性的内底来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到底咧对咱讲什么呢？今仔日的经文历代志下卷16章第9节，以及腓立比第2章13节，这两段的经文加起来，总共会当互咱上少有3个真要紧宝贝的观念。第一，天顶的上帝会当决定咱的人生的价值。每一个人拢渴望会当成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贵重的人，真少人讲我要做乞食、做无路用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上帝讨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我的生命来摆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互我成做发光的记号。主啊，求你互我成做一个贵重的器具。因为先知以赛亚、先知耶利米，上帝通过伊对万世代的囝儿安尼讲：我敢无权利通决定你的生命的贵重甲卑贱嘛？我是一个消费的师傅，我会当用土角来塑造人的生命。我敢无通决定什么人是我要重用，什么人是我无要重用。今仔日的圣经拄有咧甲咱讲起，毋是咱敬上帝，是上帝敬咱。上帝阿乐咧超找，伊要使用贵重的器具，所以上帝重用的人必然有伊真要紧的信仰的品格。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拄伫这个所在讲到4项真要紧基督徒的品格。愿咱读出上帝的心意，用这段圣经来做咱的帮助。因为上帝讲，我要运行伫因的中间。腓立比保罗讲，我要伫因中间来做工。
这拢为真特别，这个经文的信息伫内底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听上帝的话。历代志16章下卷16章第9节的头一句，伊讲上帝的目睭伫全地看来看去，意思就是上帝对天顶阿乐，伫这个世间，伊咧看，什么人是伊会通重用的人。搁落去，这句真要紧，就是咧讲去被拣选的条件。这段圣经讲，既若专心用伊的人，汉文的和本写讲，纯诚实的、诚实真实的人，伊的心是一个真实、无瑕疵、无虚假、真的基督徒。这个字专心用伊，这个字足特别。这个字叫做撒冷，撒冷这个字，伊的字根甲撒冷是共字，所以这个字本身有带含一个真要紧的智慧启示，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、完全的生命，是一个无瑕疵的。撒冷这个字，伫旧约的圣经内底嘛有讲起一个譬如，就是这个字真特别的意思，就亲像一个要雕刻一个真水的艺术品的师傅，伊要雕刻一个作品的时，伊一定要经一个完整的叶啊，还是石头，完整的叶啊甲石头。所以撒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，一块完全无受侵犯，是一个全然新的、完整的一块叶啊宝贝的石头。所以伫旧约的圣经嘛，安尼提醒基督徒讲。你若要起这段，就爱用无雕刻、完全的规地，毋是懒散的，毋是拼凑的，是一个完整、全然将家己献做活祭。所以这句的圣经对咱来讲有一个真要紧的提醒：咱要奉献上帝的咱的生命，袂使用剩的才献予上帝。当然你会使安尼做，但是毋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全然用上帝。咱就要伫这个创造智慧的上帝的面前，真做贵重的器具，就会记你这句话，嘛传予你的囡仔。你若毋望你的囡仔将来真做上帝手中贵重的器具，咱就爱全然、全心、尽心、尽性来跟对咱所相信的天父上帝。所以这个字撒冷这个字，伊代表完全、健康、无瑕疵，伊伫古早的时代，这个字嘛常常讲，就是一个完整的雕刻、完整的祭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申命记27章第6节，就讲到这个字，伊讲恁起上帝的祭坛，就用无雕刻过、规地的石头。祭坛是神圣的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灵魂中间，伫咱的心神的礼拜堂。伫咱内心灵修亲近上帝的时刻，咱毋通用剩的时间才互上帝，咱奉献的钱嘛毋通剩的才奉献互上帝，因为上帝毋是去食，咱将南山的剩的才献互伊，毋是。奉献是代表一个敬畏，所以咱的生命中间就要用完整，毋是先互世间了剩的才互上帝，毋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拢爱受祝福。愿咱听有今仔这段圣经的话，这段圣经咧，甲咱讲起上帝对天顶阿乐，伊咧吹，伊会通重用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咱嘛伫伊的面前讲：上帝，我伫遮，阿爸天父，我全然将我的生命无保留，完全来献予你，求你采用我做你的路用。所以说，兄弟姊妹下面对圣经的反省的信息，就要真做咱祈祷的帮助。咱通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伸出咱的双手，就方面甲咱家己摆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我每一礼拜做礼拜时，拢要重新将我家己摆伫你的面前。愿你用你的听，用你的信心来充满我。带你的囡仔安尼祈祷，带你的囡仔安尼祈祷。有一日到你年老的时，你要看见你的囡仔怎样伫上帝的祝福中间，
将上帝摆伫第一。上帝嘛要将恁的家庭摆伫荣耀尊贵的所在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是上帝家己讲，心存诚实的人，我咧找心存诚实的人。愿咱伫伊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腓立比书第2章13节，这段圣经若结合着历代志下卷19章第9节。第一句，这句话两个放做伙的时，咱就知影讲，上帝拣选人毋是无负责任。上帝拣选人的时阵，上帝会将伊的计划、将伊的心思意念、将伊的心意，更加要紧，将伊的能力放伫人的中间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迄个腓立比书第2章13节，嘛是头一句，伊讲因为恁有这个意愿，恁有这个行为。咱的心思意念，甲咱的动作，咱的行动，无一项毋是上帝的感动。所以保罗讲，恁所有的行动意念，拢是对上帝来。上帝要将伊好的意念，将伊好的意念，注意这句话，这句话真要紧，就是上帝要将一个善良、良善、贵重的观念、心思意念放伫人的内底。所以人就真做一个有尊贵念头的人。第二，上帝讲，我要行伫恁的心内。行这个字，伫和合本中文的圣经讲，我要伫恁的心中，伊毋是翻做行神，伊翻做做代志、做工。这个字叫做 energeo， 这个字甲英语的 energy 共字。上帝行大权能，上帝做工伫人的心内。这个做工的意思就是，上帝要将伊的能力、伊的 energy、伊的权能，就亲像充电安尼，充满伫人的生命中间。所听下这，上帝胆真清楚，又拣选咱做伊的囝子，所以上帝。天后要将伊的念头、将伊的道路、将伊的能力来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怎通活头无爱领受咧？所以每一个做礼拜时，拢是咱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伸出双手，甲父母讨。咱甲父母讨讲，主啊，求你予我诚侪尊贵的人。讲尊贵的话，讲清气的话，心思意念清气，内心正直。阁有上帝，你将你的能力、权能放伫咱的中间，行伫恁的心内，这个字，拄拄就亲像主耶稣基督，伊要求伊学生，当伊上天了后，爱安静自执，听候圣神，听候迄个对天灵来的大能力。恁会记这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，领受圣神对天降临所赏赐，对顶头来的能力嘛？迄句话叫做 dynamic， 今仔日叫做 energy。这两字拢是真宝贝。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权能，无论是 dynamic， 无论是 energy， 这个字咧讲起上帝所赏赐人类的能力，是赢过一切。所以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这个字放伫咱的心中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求你照你家己的你的念头，照你的意念，照你的心意，毋是照我的心意。咱学习耶稣基督的祈祷讲：这个杯若通互伊离开我，但是毋是照我的心意，是照你的心意。因为上帝要运行伫咱的心中。伫咱的心中充满伊对天灵来所赏赐咱的亏难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，咱伫主的面前领受对天灵来的圣神，是上帝的圣神。这个圣神是能力 dynamic， 这个字叫做 dunamis， 原文的意思，牧师捌甲恁解释过。伫一个月前，圣神降临节的礼拜中间，牧师解说这个字，伊就亲像。dunamis的意思就是炸药、爆炸性的力量。上帝权能，若伫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伊就有一个爆炸性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亲像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
伊提醒咱的几项事。伊讲，恁着爱谨慎谨慎，做上帝无通嫌、真实无假的囝子。伫弯巧背逆、邪僻行逆的世代，恁活伫这个世间发光。原咱才知影，这是上帝创造咱真要紧的使命。消费师傅创造一个艺术品，创造一个作品，伊的目的是要这作品伫人的面前得到看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今仔日咱有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咱幸福顺服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来深深谦卑知影，咱的价值是上帝所定着。咱嘛业啊讲，上帝，你对天顶咧看，上帝啊，我伫遮咧听候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我，虽然我卑微和慢真普通、真粗俗，但是你若愿意，主你讲，你要施能力、大权量伫伊的身上，诚做我的帮助，为着要荣耀你家己的名。台湾有一个真特别的小行业，伫全世界发光。那爱饲鱼的人拢知影，有一种孔雀鱼叫做发光的孔雀鱼，这种叫做荧光剂的孔雀鱼。这种鱼啊，原本实在唔是荧光鱼，但是这个繁殖这个孔雀鱼的台湾一个教授，伊就将这个鱼卵给摕来，然后当鱼卵受精了后，伊就直接每一粒的鱼卵的内顶管用尖，甲一种发光的荧光剂，给放伫这个受精卵的内底。后来每一粒，这粒受充满新的活命的这个鱼卵，伊就生出来一只足奇妙的会发光、无同款的荧光色彩的这个荧光鱼。即摆伫全世界真做一个真受市场欢迎的这种的画面。我讲这个故事最重要，要甲咱讲，人都会当做这种工作，上帝所做的大大超过这个。咱是一个未发光的基督徒，上帝若将伊家己对天顶伊的本质，迄个荣耀承载的画面，伊若注入伫咱的内底，你无发光就困难，你无受人尊敬嘛困难。因为上帝尊贵的画面，若点伫伊卑微的萝卜的内底，行到逐所在，人就要看见上帝迄种无度热坎的光。这是今仔日的圣经对咱何等尊贵的应允甲祝福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我活的是为着要荣耀你的名。搁一摆，咱活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。阿门嘛！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每一摆伸出双手祈祷的时，愿主将天堂的荣耀、上帝国的荣耀，就是上帝家己本身的荣耀，就充满在咱的内底。咱无发光就困难。阿爸天父，你是消费的师傅，愿是你的头角，愿嘛要成做你手中的作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所有兄弟姊妹，恁的囡仔，愿恁的囡仔成做上帝奇妙的作品，将来成做恁的骄傲甲荣耀。愿天父祝福你我咱的心，互咱的心全然发光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的呼吁。呼召上帝赐给耶稣基督呼召咱来领受这个发光的使命价。耶利米书甲拄则迄句圣经节，这两节圣经拢是咧讲起上帝是一个消费的师傅，伊有权能，伊有权柄。拄则牧师甲恁讲的就是孔雀鱼，伊变做荧光鱼，这是一个现代的科技。但是这个科技却互我有一个真深的反省。我相信我的上帝比这个科技更加厉害，但是这个科技所对生命的改变是短暂的，因为荧光鱼伊袂当后代自然发育，生产出来伊家己发光的荧光鱼后代，迄是短暂的，因为迄毋是真正上帝永远活的画面的本质。但是上帝会
上帝话名若踮伫咱的内底到万世代，因为义人的后代，上帝要祝福伊。上帝减无权柄嘛有啊！兄弟姊妹，请听保罗讲，上帝有绝对的权柄，决定你我，咱要成做心上的器具。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主，你若愿意，无什么无可能。主，我毋是贪婪，成做贵重荣华富贵的人，但是我较无，我只有一摆的人生，不虚此行。只有一摆的人生，若毋是上好的主啊，我无爱，因为你是上好的主。人只有一摆的人生，若毋是上好的人生，主啊，我无爱。我要抓条你的应允，我要过上好的人生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光明的囝子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将伊的话，亲像用针放伫人的生命中间，放伫迄个受精卵。上帝伊的话，伊的圣神，那运行伫人的生命中间。咱要成做一个自体发光，就是对内面有上帝真光的生命伫咱的内底。我真爱诗篇139篇12节。当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画面，那叫做上帝光明的囝子，代表讲，连安尼黑暗嘛袂当遮看我，连黑暗嘛看袂掉。但有一句话讲，枪甲掠袂掉。兄弟姊妹，然后上帝的权能伫咱的内底，咱嘛要枪甲掠袂掉。这叫做自体发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咱的宣告，今仔日讲道的题目，咱要成做上帝伫黑暗中发光的记号。咱要成做上帝伫黑暗中所设立世间的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顽强背逆、邪僻行逆的世代，咱成做上帝真实的囝子，发出咱的光。所以，当咱了解咱较无这种的应允的事，第二，咱就爱伫上帝的面前伸出双手。圣神降临这时阵，咱甲上帝讨对天灵来圣神的能力，迄个叫做 dunamis， 英语叫做 dynamic。复杂性的能力，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上帝要运行，要伫咱的心内做工。这个做工的字就是 energy，energ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充电。上帝要用这个能力来推动一个人，上帝要用伊的能力来推动伊的囝子、伊的萝卜向前行的力量。energy 就是一种向前行的力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永远会记得。我甲恁分享这段圣经，嘛是我对少年到今仔日常常浮伫我的心思的内底。上帝提醒我讲，你的能力是我予你的，毋是你家己有啥物才情。你若伫我的面前存诚实的心，存全然的心，我就要将我的大能力放予你。请会记得最后一句，伊就要显明伊的大气力。来帮助咱，上帝就要显明伊的大气力来帮助咱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伫这个疫情中间，你若有感觉，你亲像消防的个鬼啊，你有郁卒，有惊吓，兄弟姊妹唔免惊，咱拢是安尼。你无怕病，因为咱是人，但是咱有一个应允，就是上帝要将伊的大气力搁一摆。来充满伫咱的生命中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通安尼祈祷：主啊，我将软弱的细囝，将我内心软弱的心神灵魂，来放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抱我，愿主你充满我，用你的能力享受。咱伸出双手的时，就亲像每一摆咧过圣神降临节。耶稣讲：就听候对顶面来的圣神，伊要享受恁对顶面来的快乐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伫主的面前安尼甲伊求祷讲：主啊，你对顶面来开力，路加24章49节，五旬节圣神的故事讲，对顶面来圣神就充满伫会中，因就亲像啉烧酒、啉新酒，充满着热情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能力今仔日嘛享受互咱。所以最后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
咱伫每一摆礼拜时，咱拢常常甲主祷讲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赏赐我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。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这段话中间就是赏赐咱一句改变咱生命的话。咱做基督徒，未自然而然就叫做成熟的基督徒。独只有当咱专心一意、刻薄，会当成做老练成熟的基督徒，幸福伫主的面前谦卑祈祷，咱才会当慢慢得到老练。咱伫主的面前来读这圣经的话。保罗甲伊的兄弟讲：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常常顺叹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的话若是咱的心有感动，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甲咱提醒的话就是：当上帝若感动你的内心的时，有好的意念，伊若伫咱的心中做工的时，咱就爱顺叹、幸福、谦卑。顺叹圣神是基督徒成长真要紧的智慧、品格。那跑走家己的道路的人，伊永远无法度成做一个互上帝荣耀的意念，成做伊的力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第二，咱爱行行摇摇出，行行摇摇出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敬畏上帝，伫上帝的面前毋敢假笑，伫信仰的这条道路顶端无凊彩随便，嘛毋敢讲上帝今仔日无伫遮。所以行行摇摇出的意思就是敬畏上帝，珍惜救恩；敬畏上帝，珍惜救恩。愿天父上帝伫咱敬畏的心的中间，伊讲着：我就要做工来做成恁的得救。上帝就要伫咱心中来做伊所要做的代志。第三，这段圣经中间提醒咱是甚物人？咱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是咱的阿爸天父。所以咱活伫这个世间中间，咱出门出去，就代表你是人的囝儿，你是上帝的囝儿。所以兄弟姊妹都会记得，咱是上帝真正的囝儿。这句圣经最重要就是咧提醒咱来做真正的基督徒，毋是表面是基督徒，行前我就是立家是基督徒，有过了破烂就是基督徒，毋是安尼尔。就算做你挂着破烂是立家破烂，嘛无代表你是一个真正活伫基督活命内底的人。但今仔圣经甲咱讲，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甲咱吸引，对无？这个十字架是看袂到的，但是黑暗的关系拢知。主耶稣已经用伊的宝血，甲咱设立伊的记号。最后，愿咱会记得，保罗伫今仔日所讲的这个15节、16节内底，有一句话，伊讲：恁是上帝发光的囝儿，伫这个世间照光世间，显明活命的真道。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使命。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的生活就是一篇的讲道篇。咱毋免甲咱的厝边、甲咱的亲人讲大道理，咱嘛毋免甲伊讲啊喙角全破，讲信耶稣有偌好，拢毋免。你若活出来是一个要我祝福满满的人生，你若活出来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，你若活出来是一个敬虔圣洁的人生，咱拢毋免讲道理，咱的亲人拢知。伊信耶稣了，甲信耶稣进前完全无共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昨暗的查经班讲到一个青梅伫咧看伫，在希罗亚池西罗亚水池圣殿外面，迄个青梅的人，耶稣互伊得到看见。伊讲：我知影一项事，我以前是青梅的人，但是今仔日我目睭金会通看见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光放伫咱的生命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通安尼祈祷，主啊，将今仔日的圣经节放伫我的心中，主啊，将今仔日的圣经节放伫我的手心，我的心间，我将你的经文高举伫我的人生。
你的话要真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通安尼祈祷，愿主的话真做你发光。拄则牧师讲迄个譬如，用荧光剂放入去伫孔雀鱼的受精卵，然后这个受精卵就长成真做一个荧光鱼。这是一个譬如，但是更加要紧的祝福就是，上帝今仔日要将耶稣基督的光授予予咱，愿主帮助咱，咱提开双手，咱宣告讲：主，我要伫今仔日的世代为你来发光；主，我要伫今仔日的世代为你来发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我要邀请恁。恁若愿意，恁通提开你的双手。你感觉，你相信，这个时阵，你我咱所有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拢提开双手，亲像伫十字架顶悬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要甲你同顶伫十字架顶悬。我要将我旧的活命来定死伫这个世界。总是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我要领受你所享受圣神的快乐。就当我提开双手的时，恳求你的圣神接纳我，亲像你伫十字架。你对伫你身边迄个犯罪的人讲，今仔日个救恩临到，你要教我到天国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伸出双手来拥抱，咱伸出双手来欢迎，来欢迎主耶稣搁一摆对天降临。荣耀的主，愿听候你；荣耀的主。愿听候你，荣耀的主恳求你降临伫每一个阮所少年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。阮邀请你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将咱的双手轻轻放伫咱的骹上，咱来领受上帝伊家己的祝福。咱回想今仔日的圣经主讲，我就要施大权能来帮助伊。咱伫咱的内心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；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拄则牧师有甲恁分享保罗所讲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，伊讲上帝就要做正，要做工，要行伫因的身上，迄个字叫做 energy。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将这个能力赏赐予我。我要伸出双手来领受你所赏赐我对天人来的能力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当心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求讨上帝你的怜悯，伫这个神圣的时刻，奉你的圣名祝福，竟然对你讲阿们的阮的兄弟姊妹。愿因大有能力无欠缺，奉你的圣名祝福每一个心中有焦虑、有看路、有烦恼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斥责所有遐惊遐离开，平安入来，惊遐离开，平安入因的心，入因的家庭。愿你的光进入因的家庭，永远无离开，
主耶稣，你因为你有应允讲，你的血跟我的圣性就要到阮三角地底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愿将这个应允放伫阮的内心，放伫阮的家庭，放伫阮的教会，奉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